感谢双赢哦，咱继续来看一个中国的查甫人，伊讲要逃靠自由哦，驶快艇对福建偷渡来到台湾的淡水，海巡署拢无发现，嘛引起真侪批评哦。咱来看海巡署伫下晡2点半嘛，针对这个事件来开记者会。海巡署是承认讲，因有2大的疏失，后续嘛针对相关的人员来处罚，嘛追究责任。咱连线互台语台记者郭碧君、有谢桂林。是最近来关心这个初九的时阵，有伫中国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是驶快艇一路为中国的福建驶这个快艇到淡水河的外海，而且落尾搁进到淡水河内底，才互这个海巡的相关人员掠到，这是引起一民众关注哦。因为这个伊落船的地点是真靠近这个上北新外环，这个台湾的沿海的安全敢有？这个浪胖是引起各界的关注。伫咧下晡2点半的时阵，海巡署也对我提出说明，咱来看因的讲法。依照我们标准作业程序，我们运用雷达监侦海上目标，是在12海里开始监侦。那12海里发现不明目标之后，雷操手持续掌握，到6海里的时候，就要依威胁程度开立通报单。那通报单的话，巡防局就会派依照威胁程度可以调派线上巡防艇或者岸际巡逻人力，或者是安检所的安检人员到场实施。在6海里就发现目标了，那接下来就要研判它的威胁程度。在这个案子，我们的雷操所认为他是误判为他是我们的国籍渔船，所以就通报安检所跟岸巡人力持续监控，所以在最初研判上不够专业，我们认为是误判。因为从外面进来之后，如果敏感度高的话，把它料敌从宽，我们应该立即调派线上去拦截跟检。是海巡署表示，沙轮雷达操作员确实伫6海里左右都有发现目标，不过错误判断认为讲这是要登来港口做工课的国籍的渔船，无及时通报巡防艇的人检。北里安检所确认这条船不是咱国的渔船了后，也无伫第一时间来通报客查。海巡署表示会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目前是由私人地检署来侦办这个姓吴的查甫人的犯案的动机哦。目前认为可能是违反这个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甲出入国移民法相关的法律。以上是来自公司台记台的连线报道。